新闻头壳先来关心，今仔下晡有一台载桃园的环保志工的游览车，伫咧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要落山，山南厂出现档案的问题，去弄到山边的护栏规个冰车。有一个70岁妇人人，从救出来时阵，就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啊，送去病院，有关是救无回来。另外，还有36个人受伤送医。 游览车并且环铁路现场一片路苍苍，消防车加救护车赶到现场展开抢救。宜兰县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下午下晡3点外发生重大车祸意外，一台载桃园市功德里环保志工的游览车经过太平山移转一线5.3公里的所在，侧山边护栏并且。 就是骨头是稍微酸痛这样子，要很痛的，没有力气了。太平山住一天这样子，对，昨天就来了，没有，今天早上才来，早上才来。 民众讲是环保志工2天一暝活动，第一天活动要落山的时阵发生意外，消防局出动8分队去救援，车顶驾驶甲导游在内总共42人，其中一个差不多70岁女性救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，11人受困，消防人员全力抢救，伫4点05分全部救出上医。 就失速啊，就踩刹车、拉手刹车也都没有用啊。哦，这样子，所以你那个时候有广播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导游有讲，导游有讲，后来就直接撞到护栏，然后就翻车了。专一线5.3K 的地方哦，发生一辆游览车翻覆的事故。那总共游览车里面总共是含司机跟导游12个，然后这次的事故里面有。36个送医轻重伤，1名落卡。伤者分别送破害圣母、用台护医急救，其中破害病院已经启动大量伤患机制。根据消防队统计，36人受伤，其中6人重伤，5人重伤，15人轻伤。前司机讲，代志发生的时阵，车雄雄失速，大部档才发生事故。按过详细事故原因，还佫等警方甲运安回来调查。移转一线是伫下晡5点08分开放一线通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